我们马上就要上周水直机场站高速，辽宁的高速是免费的。我们三哥骑着V58，骑着1250，我们老李也是骑着1250，我是小菜鸡 GS。下面我们要开始上高速了，我走 ETC。啦啦啦啦啦。我有吻過你，這畢竟並沒存在。人聲稱聲開始說和諧，無聲掙扎有個情感奴隸。是我多麼的想貪，但我偏偏只得無將他為。其實每次見你我也像迷，無奈你我各有角色範圍。就算在寂寞夢內超出好友關係，為在暗裏愛你，暗裏着迷，無謂要你夜送各